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&D Channel。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一套最新嘅港劇《執法者們》啊！呢套劇呢係邵氏兄弟同內地平台優酷聯合製作嘅，卡士呢真係非常強大啊！有黃宗澤、陳豪、馬榮、吳啟華、孫軒、蔡潔、陳瑩。咁強嘅卡士呢，真係令人好期待啊！喺內地嘅平台優酷呢，喺星期三5月7號已經開播。至於無線翡翠台呢，就仲未有得睇啦。但係有消息就傳出呢，將會係緊接住虛擬情人8點半嘅檔期，咁即係話有機會喺5月19號就有得睇啦。咁我哋就即管呢，等下呢一個星期 TVB 會唔會有官方嘅宣傳片流出啦？除咗頭先所講嘅三大男神，仲有孫軒、吳啟華之外呢，其他嘅演員仲有林嘉華、丁子朗、羅子溢、梁敬輝、張國強、陳敏之、洪永城、胡鴻鈞、劉永璇、曹永廉同埋何依婷、劉佩玥、陳星瑜等等，咁真係星光熠熠嘅。嗱，呢套執法者們呢，就圍繞住警方、廉政公署同埋律政司三大執法部門嘅緊密合作。咁講咗係警方、廉政公署同埋律政司三個部門啦，咁就分別由三大男神去飾演嘅。警察方面就係黃宗澤飾演高級督察周俊傑。廉政公署方面呢，就係馬明飾演嘅高級調查主任高浩然。至於律政司方面呢，就係由陳豪飾演副刑事檢控專員劉宇凡。林嘉華呢，難得返嚟香港拍電視劇，佢喺劇入面呢，就會飾演一個犯罪集團嘅首腦戴祖福，做一個大反派。而黃宗澤喺追捕佢嘅過程之中呢，會遭受失去至親同埋俾身邊人出賣嘅沉重打擊。至於呢 ICAC 嘅馬國明飾演嘅高級調查主任，就會喺追捕內鬼嘅過程之中，喺親情同埋正義之間作出掙扎。而律政司方面呢，陳豪就要喺處理案件嘅時候，努力咁喺法理同埋人情之間尋找平衡。呢三個部門嘅執法人員各司其職，肩負住唔同嘅使命，但都會憑住同樣嘅正義信念，同黑暗勢力進行一場場嘅對決。講少少題外話啦，唔知大家呢早前有冇睇《奪命提示》呢？其實呢套執法者們呢，同《奪命提示》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第一就係佢哋嘅片種啦，都係一啲警匪片，查唔同嘅 case， 然之後去捉賊。第二就係佢哋喺演員方面呢，都有唔少係重複嘅，包括呢劉佩玥、劉永璇、丁子朗、張國強。而張國強呢，就更加喺兩套劇入面無獨有偶，都係飾演警務處副處長。而丁子朗呢，同阿韓馬利喺兩套劇亦都係同樣飾演母子，呢一個真係唔知係專登啦定係咁巧。所以呢，有啲報道呢就話呢一套劇呢係奪命提示嘅 review， 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？內地嘅觀眾呢就已經先睹為快啦，至於香港嘅觀眾呢，就唔知要等幾耐，真係好希望無線呢可以盡快去推出呢一套新劇喺翡翠台嗰度播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鍾意呢一條片，記得 like、留言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。